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2月初6。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7篇第1节到11节，以赛亚书46章第1节到13节，马太福音12章第9节到14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救人也是害人。咱捌分享过安息日的概念。咱搁即摆来讲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到底要做啥物货？也是啥物代志拢袂当做，伫厝里休困啥物的即马因为疫情的关系quarantine逐个伫厝里是毋是安尼？若阵是逐个人拢伫厝里休困拢袂当做代志，那安尼食饭呢？啥物人要负责？圣经的第一个安息日的界名是出现伫出埃及记20章第8节到11节的中间咧，讲着安息日。咱来看经文的第10节，安尼讲，但是第7日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所守的安息日。即日你甲你的儿女即奴仆女婢净生，也是你城内底囝骹的出外人，无论啥物款的代志拢袂当做。这是第一个安息日的界面，也是因为上帝创造宇宙第7日休困，所以为着要纪念这个创造设立的安息日。但是简单的讲法就是讲，上帝正着创造互人来得到安息。第10节的经文真清楚，甲咱讲，这个安息日是咱着爱甲上帝所守的。即日呢，是你甲你的儿女、奴仆、女婢、净生甲出外的人拢通得到休困安息啦所以毋是干那互人，这个人是咧讲着你的儿女、奴仆、女婢，也是囝骹的出外人，伊得到安息尔定，含精神也包括在内啦所以安尼看起来，法利赛人做了这个界面中间的一个部分，就是互精神得到安息。经文内底有咧讲的却无愿意互人得到安息。因为耶稣基督挑战因讲，恁中间有啥物人有一只羊若伫安息日跋落坑，无甲伊掠起来吗？何况人比羊较这个贵气所以安息日行好事是通。行好事当然是讲咧救人啦救羊会使，是安怎救人袂使啦安息日是要救人也好，还是即个安息日啥物人拢袂当，啥物代志拢袂当做，毋通救人毋通救人，相对来讲就是害人嘛巴比伦的正神明会通救人吗？当然是袂使，因为因是人的手所雕刻的偶像。伫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宣告因的末日到即个偶像的末日到因自身难保。以赛亚40章第2节的经文甲咱讲，因拢做一个拍落去屈落伫袂为故因的重担，本身也互人掠去所以咧讲这个神明偶像啦所以这是相当明白的事实。但是以色列人亲像安尼永远想袂通这点因总是来怀疑上帝，离开正道去敬拜人手所刻袂当震动的偶像。所以以赛亚先知安尼讲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要出的，就听我讲。我对恁讲，对出世就互我来爱恁。对出胎就互我怀抱，到恁年老我犹原是安尼，到恁头毛白我犹原怀抱恁。我已经做恁，也要爱恁我要怀抱恁，也要救恁。
恁要将治罪来甲我相比，甲我同等，通甲我比拼，甲阮相同啊！这个是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先知甲以色列人的百姓所讲的话，但是真可惜，就是讲因愿意相信并且开会金银，甲这个五常糟蹋了金色色安尼，却无愿意相信迄个信息佮慈爱的上帝。对出世、对细汉婴仔到年老，上帝拢安尼甲咱怀抱。以赛亚先知提着讲，人的性命对开始就拢掌握伫即个上帝的手中，但是人无愿意即个相信即个信息，佮慈悲的上帝离开上帝，失去了救恩。到底什么人去害着以色列人？害着以色列人受领，害着以色列人失去因的性命。伫以赛亚书46章第10节到第13节的经文安尼讲：我起头指明落尾的事，对古早指明了袂成的事讲，我的计划的确徛在。既然我所欢喜的，我要成伊。我调鹰鸟对东方来，调迄个听我的计划的人对远远的所在来。我已经讲出，我的确成伊。我已经定得，也的确要做互伊成。恁才会硬心离开公义的，着听我的话。我互我的公义棍，我的确无离开远远。我的救恩的确无延前。我要施救恩伫锡安，甲我的阳光一切拢伫即个以色列吼。所以，上帝不但是安息日的主，是全宇宙的主，因为伊创造、伊看顾、伊保守、伊应允，而且佫实践，伊也佫赐福。上帝赏赐安息，互咱的性命通了得救。最近一冬外来，当中共的武汉肺炎开始发生了后，真侪人咧问上帝为什么互安尼的代志发生？咱应该讲是上帝允准，但是毋是上帝做这项代志。可惜的是，拢即种的人为的操纵，是失败的一个原因啦吼。互全球陷入伫即个大的灾难的中间，咱有啥物人通靠？这是咱要问的问题。啥物人会当互咱得救？可能有足侪人讲疫苗啊，吼，还是其他的讲即个政府啊，吼。到底啥物人会当互咱安息？绝对毋是迄种极权的统治者，也毋是即个病毒的制造者，毋是简单即个疫苗的注射，是咱所倚靠的安息日的主，咱的上帝。因为只有伊才会当互咱得到救，得到安息。所以千万毋通袂记即上帝的呼召，也是互人得到安息，也是更简单讲，帮助人得到安息甲得救。面对疫情的咱，要安怎对自保来帮助家己，佮帮助别人？伫即个疫情的中间来得到平安，所谓的安息，会当脱离迄种染疫的即个险境。当然，爱倒转来伫基本的自我防备的观念，戴喙篮，勤洗手，较接消毒，无必要就毋通出入即个公共场所。当咱拢安尼做的时阵，咱就是咧救家己，嘛咧救人。愿咱拢得到上帝所赏赐互咱的安息。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2月6号。
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47篇第1到11节，以赛亚书第46章第1到13节，马太福音第12章9到1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救人还是害人。我们曾经几次提过这个安息日的概念，那今天我们还要再从安息日的概念上面来一起思想。安息的主当然就是耶稣了哈。安息日是要做什么呢？还是不能做什么呢？或是大家都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就在家休息呢？特别是像我们现在疫情当中，在居家隔离这个当中，很多的地方都封城哈，不能出去。那真的是像这样子的安息吗？那吃饭这件事情呢，如果大家都在一起，大家都安息的话，谁要负责呢？第一个守安息的诫命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第8节到11节。我们看看经文的第10节怎么记载。他说：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一切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第一个安息日的诫命缘由是因为上帝呢，他创造了宇宙，第7日休息，所以这个是为了纪念上帝的创造而立下的安息日。那么简单的说法就是说，上帝借着创造赐给人这种使人得安息的一个诫命。所以我们从第10节的经文再看一次的时候，他说第7日上帝向你要向你的神守安息日，然后呢，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然后仆婢、牲畜，并你城里的寄居者的客旅，都要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哈。所以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2个方向，就是说不只是使人，这个人包括你儿女、仆婢寄居的客旅这些都是人，都要得安息。不但如此，就连牲畜都要得安息。但是看来从今天的新约看来，这个法利赛人呢，就只做到一个部分，就是说他们使牲畜得安息，却不愿意使人得安息就是说不愿意救人因此耶稣基督挑战他们说，假如你们当中谁有一只羊，这只羊在安息日掉进坑里面怎么办？他不把羊拉起来吗？人比羊贵重多了，所以在安息日行善是法律所允许的。这个行善意思就是说，把跌下去的羊拉出来。那到底是安息日可以救人，还是不要救人？那不救人就是害人了，因为可能会死掉。救人可以吗？还是害人？被掳的以色列人在巴比伦敬拜众神的这个偶像这些偶像可以救人吗？当然不行，他们是人手造的这个偶像那以赛亚先知宣告了他们的末日来临，他们已经是自身难保了。以赛亚书第46章第2节这样说到，说偶像不能自救，他们成为战利品给带走了。这是巴比伦神明的末日这个是末日了这是相当明白的事实。可是呢，以色列人似乎总是永远想不通这一点，他们时常怀疑上帝离开正道去敬拜人手所刻的这个偶像。以赛亚先知说雅各的子孙要听我的话，残存的以色列人都要听。你们一出生一出母胎，我就关心你们，我是你们的上帝，
我看顾你们，直到你们的头发斑白的时候，我造了你们，你们也要养活你们，我要帮助你们，拯救你们。上主说，你们要把我跟谁相比呢？天下有谁像我吗？许多人他们是愿意相信，并且花费很多的这个金银来把这个偶像装得漂漂亮亮的亮晶晶的，但是却不愿意相信那一位信实而慈爱的上帝。以赛亚先知提到，人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就是说从出生小一直到发白老了，都是上帝在看顾、保守、喂养。但是人却因为眼睛看不到上帝而离开了上帝，失去了救恩。那我们要问呢，到底是谁害了以色列人？是谁让以色列人被掳啊？当然很多人说是上帝啊，可是问题是原因呢？以赛亚书第46章的第10节到第13节这样说，他说从起初我就预言终局，我早就宣布将来要发生的事，我说我绝不会改变计划，我的旨意我一定实现，我要从东方招来一人，他要像老鹰俯冲下来，完成我的计划。我已经这样宣布，我一定实现。听我吧，顽固的人，你们还以为胜利遥遥无期？我要亲自把胜利带来，那日子不远了。我一定不耽搁胜利的来到，我要拯救耶路撒冷，使以色列人得荣耀。上帝不但是安息日的主，他更是全宇宙的主。他创造了，他看顾了，他保守了，他应许了，他实践了，他也赐福了。上帝赐安息给我们，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得救。上帝应许，他必一定实践。现代人已经面对中共武汉肺炎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了。在开始发生的时候，许多人都在问上帝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许我们应该是说上帝允许，但是不是上帝做这样的事情可惜的是，这样的人为操控失败的是一个造成这个大灾难的一个原因了那在这样情况当中，我们有什么可以靠？有谁可以靠？是靠疫苗吗？谁可以使我们得救？谁可以使我们得安息？谁可以救我们的意思了绝非那集权的统治的，因为他是害人的，并非病毒的制造者，当然也是害人的。是我们所依靠的安息日的主，唯有他才能使我们得安息。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在得安息的另外一面，就是我们的呼召也是要去使人得安息，助人得救。在面对疫情的当中，我们要如何自保，来帮助自己跟别人能够免于这个染疫的险境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基本的所谓的防护的观念，戴口罩啦，勤洗手啦，多消毒啦，没有必要就少出入公共场所等等的。那疫苗是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如果能这样做的话更彻底。如果我们这样做，就要救我们自己，也要救别人，要得安息，也要得救。愿我们的主上帝所赐的安息与我们同在。